最新的消息，咱要来看热清朝找人压死啊，透过影片向咱国民众发表8分钟的谈话，内底讲到咱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，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来带领，成员包括国安会、经务谈判办公室、行政院相关部会，也有学界甲业界。伊认为讲谈判关系会当为比较美加密自由贸易的协定，为台湾甲美国双边零关系开始来讨论。详时嘛提出5项策略甲具体做法。如果冷静仔细分析台湾对美国的贸易，我们会发现，去年台湾对美国出口金额是1114亿美元，占全体出口总额的23.4%，其他75%以上的产品是销往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。而销往美国的产品，其中具备竞争力的资通讯产品以及电子零组件，就占了65.4%。这表示台湾的经济其实仍具有相当的韧性，只要应对策略适当，公私协力，将可以降低冲击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，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，